你甲看这咖啡泡啊，伊内面有碳的元素，伊会当甲迄臭味降低，而且讲这咖啡泡要用进前先泡打，还是烘好打，啊烘好打了后呢，你会当放伫不管是你的下颈啊，还是衫櫥。还是比如讲冰箱内面，伊会甲臭味规拢吸收去，所以规个味会阿妈香香，我感觉真好用呢。哦，安尼我会甲你分享我的做法。我一般拢会摕这种细的落啊，有无？嘿，吼，安尼甲泡开。哦，这话是一般泡茶用的这种布套啊，对无？啊，就将这个咖啡泡，甲倒咧这个内底，一包一包倒咧，吼，安尼倒咧了后。才可以用这边甲砍起来。哦，安尼就是一包细细包啊，有无？安尼水水嘛袂走出来，你看，是袂歹用呢。安尼一包一包，你等于放个下櫥啊、三櫥啊、烫死内底，啊，差不多半个月了后，你若感觉讲无味啊，你就甲摕出来淡掉，佮摕另外一包，安尼嘛最方便的。嘿，我感觉咖啡泡真正足好用的。比如讲，有时我咧做料理啊，有时咱手会摸到鱼啊，还是摸到迄臭味，还是有迄油膏味。啊，有时切蒜头嘛，是有蒜头味。我就譬如讲，蒜头敢若味无介好片，用咖啡泡甲手卤卤的，迄味像我哪会降低呢？我感觉真好用哦。主持，你知没有？这个咖啡泡还佫有其他的使用方法。哦，佫有啥物方法？我教你，摕一块细地盘啊，将这个咖啡泡卡入摆内底，免惊，吼，尽量卡到较侪咧。然后呢，你把它铺好平。一般咱嘛应该日头晒好干，还是放咧烤箱甲烘好干。哦。然后呢，就放伫这盘啊，对无？对。啊，你就用赖打。哈？佫会当火烧？用火甲烧，你有看无？有烟走出来。哦，安尼有烟走起来，这个时阵就甲当做网仔香，网糖唔敢活来，啊，厝内环境嘛变较好。淡薄仔咖啡香是毋是足好用的？哇，想袂到咖啡泡可以当做网仔香咧！哎，这真正是真好用哦，天然的上好，学起来。